今日母親節，身邊有冇一個人你想好好照顧佢？華明岸啊，第一次過呢度。哦，這裡的風景還是可以咯，看這邊就好 local。佢喺印尼出差嗰晚啊，屋企水浸咗，我喺5000公里以外知嘅。你有冇試過人唔喺屋企，但成日諗住屋企嘅老人家有冇事，爐頭有冇關，水喉有冇漏？呢種擔心帶唔走放唔低。嗰晚係洗碗機底漏水，阿 Kara 嘅水浸傳感器彈通知俾我，但係如果你設置好聯動，其實通知都唔使彈，水浸觸發水閥自動關，屋企自己搞掂，你繼續瞓覺。老人家睡房裝存在傳感器，朝早正常起身，有走動冇事。如果過咗一段時間完全冇動靜，推送即刻到你手機，唔使等老人家自己摸電話揾你。廚房天然氣爐聯動氣閥濃度超標或者爐頭唔關，自動截斷。開門開燈，手機遠程控制空調，呢啲係智能家居個基礎入門，好玩但唔係重點。真正值錢嘅係你唔喺屋企呢段時間，有嘢幫你守護你屋企。你今日想保護嘅人住喺幾遠？評論區話我知。